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4，诗篇146篇，10安尼讲：上主会永远做王。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三甲来祈祷，永远做王，直到万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至尊的生命主宰，你是掌管万有的永远上帝。主啊，你坐伫阳光的宝座顶，你的国度永无动摇。主啊，你的旨意至善至好，你的道路满有公义甲怜悯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。主啊，你看得阮一切懊恼甲尊重，我每时刻来尊你最大，我要高举你的圣名。主啊，我们永远来学习你，我们时时来称颂你，我们一生来尊重你的名，因为上主，你的永远做王。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